即摆大学因为会当校园自主，所以电脑呢变作是诈骗集团犯罪的所在。伫咧屏东有几若间大学的校园 ATM， 互因当作是这领钱的地点。警方今年4月开始呢，参学校来合作，落尾是拢总掠到17个集团的车手甲成员。第三个请求调查对你有利的证据，了解哦。 出动掠人，过来的诈骗集团徛伫车边，警方接到学校通报，哪像有诈骗车手伫校园内底 ATM 领钱，毋过学校与警方合作，抄到汽车、电脑含手机这的犯人工具，各有51万的现金，逮捕诈骗车手。我们了解车手的转移啊，他有时候会用境外的学生来当一个车手的一个工具，所以当我们发现说有热点在群聚在校园内的 ATM 的时候，我们就启动了我们这个 打击的一个专案啦。警方发现这几年啊，诈骗集团为着闪避查缉，把取款地点转去大学校园内。诈骗集团车手集中伫美和科大、屏东大学等各6间大学内提款机领钱。1月到7月就有552笔的记录，前后掠到17名嫌犯。鸭舌帽，然后戴口罩，就是在提款机前面掩饰面容者，就疑似 可能是车手，那我们就会去关心学校教案中心的值班教官就会接到通报，就会前往去关心，强化校园与警方间的及时合作通报的机制，全力遏止，还有保护我们的学生，不要被诈骗集团利用，而且吸收成为诈骗集团的提领车手。美和科大校长讲，校园有3台 ATM，4、5月校园人员就发现有身份不明的人士大量领钱，就随通报警方。学校嘛烦恼学生互诈骗集团吸收，会持续甲警方合作。警方嘛鼓励民众检举，协助警方成功掠到有1万块的奖金，呼吁全民做伙打击诈骗。记者柯炳哲，屏东报道。